慈悲的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恩典，在这里一起聚集，一起敬拜，一起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美好的使命，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传扬福音。愿你恩典跟我们今天第二堂礼拜所有弟兄姐妹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2个礼拜前呢，我们的教会有8组的这个信务小组正式被差派。我们看到他们呢，每一组呢就特别制作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队呼哈。那队呼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不同的背景，但是同样的声音，同样的一个节奏。问题就是要一起努力，成为一个有团队组织传福音的团体。那今天呢，牧师要透过这一个主题，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要团队传福音。等一下呢，我们也要做一个实际的见证哈。今天的主题叫做传扬福音，见证真道。那等一下经文呢，我们会在一起做复习跟学习哈。那我们学习的这一个传福音的方式呢，没有什么标新立异，或是新奇，或是特别赶流行，是因为我们是跟随了初代教会他们团队传福音的模式哈。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5章42节，他说：“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意思是初代的信徒呢，他们这些门徒有的是在圣殿里面，因为大家当时都是犹太教徒嘛，大家会到圣殿里面去祷告，去参加一个聚会，或是听拉比来传讲福音圣经。但他们对这耶稣还不认识，所以呢，这一群门徒呢，就好像就是应和了当时犹太人的一个生活模式他们会到圣殿去，所以他们就在圣殿里面教导传耶稣是基督。那另外更好的方法就是带领这些朋友亲戚，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他们到家里面一起分享所以这2个模式呢，就在初代教会开始运用哈。所以我们可以说，初代教会的门徒运用小组团队跟家庭温馨的环境，有效来传扬福音所以说这个团队传福音没有什么标新立异的地方，是初代教会的门徒他们做了这样很好的示范跟模范哈。那所以我们教会呢，推动了信务小组，用团队传福音的方式，就是根据这个最原始教会的一个传福音模式，用小组来布道。那这样有3个很好的效应。第一个，它会很有效的来领人信主；第二个是容易兴起传福音的门徒，是因为这一群团队的弟兄姐妹，这些信务小组的成员，他们会被栽培，会被造就，会被兴起，成为主重用的门徒。第3个，因为有新的灵魂被拯救，新的会友被加入，还有门徒被造就，就会造成了教会健康跟成长。那就是这个信福小组推动的3个面向：领人归主，门徒被兴起，教会得增长。我们教会呢，今年呢，一共在2个礼拜前差派，那后来又增加了1组，一共9组。其中的1组很特别，是我们在8月初就任新楼医院院长的刘奇菊院长。他心里有一个感动，他是我们教会的弟兄，所以他就认为说，这个奉主名设立已经155年，台湾第1家医院，西医的医院，不只是用尖端的医术来医治病人，来照顾我们台南的百姓，更要这一群领袖，这一群领导者，这一群医院的一个所谓的这些主任或者是各局处的首长，都能够成为基督徒。所以呢，就用这个信务小组的模式，准备邀请这一群平常很忙那他们希望能够礼拜6下午的一个时间，然后在魏鹏长老的家一起来，透过这一个信务小组的模式来带领他们更认识信仰。
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幸福小组。虽然可能没办法每一个礼拜都举办一次，但是希望借着这几次的聚会，能够让他们对信仰一个完整的认识。那今天下午我们聚完会哈，我们还有这一群幸福小组同工还要参加密训，2点到4点哈真的是不简单，因为他们愿意付出代价。那下个礼拜开始，9月13号这个主日开始，我们就连续8个礼拜。慕道友开始进场了，那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时刻，因为这个不是一种办了一个活动，邀请人家来活动办完了欢欢喜喜的回家，不是，是要经过8个礼拜，要持续而且连贯，能够得到真正的一个信仰跟属灵的一个感动，然后愿意接受主。那这是一个人看来不可能，但是圣灵启动工的时候，就会看见神迹奇事。所以我们遵循了初代教会他们团队传福音的模式，我们就是要看说为什么这个团队传福音幸福小组会发挥它的效力。为什么会发挥它的效力？有非常好的一个记录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织。第一个，小组布道是最有效的布道方法。我们看到刚刚读的第一段经文，《使徒行传》13章2到3节，他这样说：当他们敬拜主、禁食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你们要为我指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呼召他们担任的工。”他们是用这样的一个聚集，圣灵的感动，那派巴拿巴和扫罗。我们看到第1节是写说，他们在安提阿教会的有5位，等于教会的领袖。然后他们一旦教会开始成长之后呢，他们觉得不只是在安提阿，还有附近地中海沿岸有很多的百姓需要福音，所以他们就借着圣灵的感动，指派了在当时应该是领袖的领袖，就是巴拿巴，他专门在教导的。保罗是当时出名的学者，被邀请来这个安提阿来指导他们。他们这2位就被派了。又到哪里去呢？就是到塞浦路斯，现在的塞浦路斯，以前它叫居比路，就是在地中海靠东边的一个岛去传福音。他们是用团队的方式，大家一组一组的出去。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团队传福音的一个原始的这一个组织规模。那为什么要团队传福音呢？这句话就是他们被差派这个段第3节。那对个人布道呢，有好的效果。那有可能你是针对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但是如果用小组来布道，有很多更优异的方式。那所以我们才说，个人布道也许有人很强了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办法在那边直接开口。昨天呢很有趣，我傍晚的时候出去买东西，然后骑机车回到我们这个中华东路的路口，突然间看到有人挂了一个看板，拿了一个麦克风，直接说：“你们大家来信耶稣，上帝是宇宙的主宰哦，我们台湾人讲说老天爷在讲谁他就直接在街头布道他也不管人家听不听，因为大家在那边停红灯嘛，他就这边讲。真的有人有这种恩赐走上街头就可以侃侃而谈。但是也许大家觉得比较害羞的人，你怎么敢在众人面前勇敢的讲呢？也不一定。但是团队传福音就有这样的效果。所以第一个，它的优异是用小组建立关系了。小组意思就是说，这个幸福小组这些同工，他们彼此有很好的连结，所以一个连结力很强。那这个有一个名称，就是像蛛织网络蛛织网络的一个模式。因为我们知道蛛织网呢，这一只蛛它织的这个网不是好看的，是因为它能够四通八达，能够连接起来，所以飞过来的昆虫苍蝇就被连住了，然后这一只蜘就有晚餐可以吃了。那小组的传福音就有这种模式，那个蛛织网的网络非常的连贯，能够非常好的一个传福音
大家彼此更连结，这群人大家很同心合作。第二个是团队服侍，互相扶持，互相学习，而且还有师徒的传承。因为有的有经验，有的比较开放，那就可以帮忙这些刚进来的组员，让他怎么样去传达。比如说用有效的方法把信息讲得好听，又容易懂，又能接受，那就不简单了。那有的呢，他天生有喜感，他一开口，大家就哈哈笑讲出话来，大家都很喜欢听，因为他会制造快乐的气氛。那这个就是一种不同的恩赐在里面。那有经验的会传承给还没有经验的。所以幸福同工就是彼此截长补短，然后在服事当搭配兴起的门徒。那一个一个在这一个8周的一个操练当中那个胆怯的心是没有啦，那个害羞不会啦，讲话不连贯，他越讲越有心得。然后同工在进行当中默默的祷告，发现神迹奇事在当中发生。那这个就是团队很重要的。我说突然间有一个人有一点突切啦，赶快旁边有人就把他补上去了。那这个是团队服事的重点。第三个是因为这个团队传福音不只是一群人，而且是8周，累积8周的感动，就形成了 base 的信主受洗的效应。那这个是经过已经好多年的一个实验啦，他一直在调整，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一群原先对教会可能有一点排斥、对信仰陌生，或是对基督徒没有什么好感的人，他愿意在8周当中受感动，被圣灵触动，然后愿意说好，我要签下受洗单。那这个是很多很多的故事印证在里面的。所以呢，定点定时连续8周，让感动不断的累积这样子。那第二个为什么要团队服事呢？第一个 base 的能够在幸福小组里面，因为经历上帝的爱来信主，经历跟知道不一样就像说你在你这个家庭很温暖，你觉得在这个家里面就不想离开，那这个经历是用讲不完的。那你在这个团队当中非常的快乐，这个快乐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那我们是希望在这个团队当中，让这一群 base 的他在里面经历到那种恩典那个爱。那使徒行传2章初代教会他们的模式就是我们一个最好的学习。46到47节他这样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其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17节说，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段话就是等于是我们幸福小组的一个原型啦。因为早期的基督徒，初代教会基督徒怎么做，我们就按照这个模式做。当时神按他怎么动工，我们相信他也要在现在这个时候动工。因为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在家中。一方面在店里，在圣殿，在家中，然后用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的意思就是大家一起分享，吃东西、喝饮料吃点心，这些都是一种最柔软的方法。然后它的结果是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说为什么要经历上帝的爱？因为幸福小组的核心策略是什么呢？它是让 base 的感动来受洗。请记住，为什么要被感动呢？是不是我用一大堆理论讲给你听，跟你变到你输？不是，是让你感受到基督徒的团体是那么的温暖，是那么样的感觉很喜欢留在这边。所以引导 base 的从经历同工的爱，然后经历上帝的爱。就像主耶稣曾经给他的门徒跟这些听他的人讲说，你们看见我就看见了神，你们看见了我，从我来认识神。那我们基督徒怎么让人家看到上帝呢？是因为我们相爱。因为说上帝说你们相爱，我就在你们中间所以我们因为相爱，让人家看见神，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所以有3个要学习的。第一个是幸福小组是分享爱的地方，不是讲大道理的地方。
讲道理是让他感动之后，才告诉他为什么我们要用这样的爱你，是因为圣经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也就是说，先你感受到那个爱，然后再叫你爱是，再来告诉你爱是什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幸福小组的一个推动的逻辑。第二个，幸福小组是上帝浇灌爱的地方。我们会看到过程当中看到许多神迹奇事，圣灵会亲自安慰医治。那不是为什么在别的团体没有，在这里会有？是因为有一群人付上祷告的代价，这一群同心合一，这一群人求神来动工。那我们只是神的一个媒介，我们是神的一个器皿。那我们就按照神给我们的学习初代教会的模式，让人家从这个团体当中看见神的爱，那神就自然动工了。很多神迹奇事会在小组当中来运行第三个，让慕道有 best， 心灵很容易被圣灵感动。很多 best 在小组当中听见诗歌或是见证，就会感动流泪。这故事是每一个小组都会碰到，为什么呢？同样在唱歌同样在听见证因为你已经在那个氛围里面，好像那个泪腺就很发达，在那个时候就不由自主的流出眼泪。然后这个为什么要推动教会这个幸福小组的原因呢？第三个就是等于是我们刚刚讲的三个面向，第三个面向的第二个面向，三个面向里面的第二个，第一个是领人归主嘛，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一群幸福的同工，他们也同样的经历了生命真实的成长，因为他们被兴旺了，被挑旺了，被激励了。提摩太前书6章12节，刚刚我们读的第二段经文，保罗勉励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就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保罗经历了传福音的一个历程，很多挑战困苦都尝试到了，所以他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愿意为福音摆上呢？不是我会领到什么样的报酬，而是因为神给我这样的命定，我会得到属天的报赏。所以他就勉励提摩太说，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生，是那个最美好的应许，天国的礼物，天国的恩典。所以因为这样，我被召，而且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推动幸福小组？也许还有人有一些疑虑，或是有人觉得说，好像最近不是在流行吗？报纸网络一大堆攻击幸福小组的。其实也不用太多的辩驳。第一个，我们不是赶流行，也不是标新立异，也不是觉得说好像我们有办这个就比人家厉害，不是，是因为我们真的看见神在借着这样的模式在带领人归主。就像早期我们的前辈宣教师，他们用他们一生得到很多特别的恩赐，比如说医学的知识，很多教育的知识，从英国从加拿大来到这里传福音。那个时代他们一个外国人来到台湾是非常有号召力的，非常有吸引力的。他拿出药，他打了针，人会得医治，那很多人就这样被感动了。就像小组里面经历的爱，他经历了医治，他就来信耶稣了。但今天呢，这个时代我们觉得就是遵循了初代教会，他们用团队同心合一的模式，让人家看见这个团体有耶稣的爱。所以期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只是这一群幸福小组的同工，而且是所有的弟兄姐妹。有可能你时间不方便，你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一起同心支持、祷告、守望，甚至成为背后的一个协助者。甚至你没办法8周都参与来服侍，你也可以跟某一个副长说：我今天晚上有空，我能不能到你的小组里面去观摩一下？也许你一看了，你现场看的比牧师讲的更有效果。所以幸福小组被兴起，这些同工呢，他们其实是经历一种
性格的磨练，你知道吗？所以有人称呼说幸福小组是一种照妖镜。那照妖镜不是负面的话啦，照妖镜的意思是说，把你自己的品格、你自己的性格，因为在这个团体当中，为了幸福小组这些 base 的，所以你会觉得你要稍微委屈你自己，你太容易发脾气，或是太容易坚持己见，为了 base 的我都愿意放下来，那个才是真的改变你品格个性的地方啊！所以你愿意为了上帝所托付的伟大福音使命，愿意改变。我就觉得说，很像一个人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是当父母亲。也许你一个青春少年家，你是一个青春美少女，但很奇怪哦，你一结婚，孩子出来，你愿意为孩子也不用打扮啦，也不用化妆啦，就甘愿为孩子半夜起来泡牛奶，半夜起来为小孩子换尿布。为什么？因为一种天生的使命，神给你的一种天然的一种呼召嘛，你就愿意为孩子摆上。那其实幸福小组的弟兄同工，就是有这种很特别的使命在。你愿意为这个属灵的孩子，就是 best， 你愿意委屈自己，你愿意牺牲你的时间，你愿意为了这群可爱的灵魂得救你愿意付出，那就是一种很特别的。你在别的地方可能改不过来，你愿意在这个场合为神来改变，那这个才是我说幸福小组的一个魔力一个非常魅力在这里。这是第二种同工的改变。所以呢，小组一起同工，在冲突中学习合一，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意见在所难免，可能会彼此在磨合，所以我们有预备周嘛我们3周的预备周，就是让这群同工以这不同的组合，各种观念想法都不一样。你喜欢唱这首诗歌，我觉得这首比较好；你喜欢这么讲，我觉得这么讲好。大家一起磨合，到最后在虎长的呼召下，我们一起顺服。那这个是一种非常好的磨练，团队的磨练。你在公司，你在工作上，你在其他的场合，都是一种非常棒的一个属灵操练。那在异中求同的一个最好的方法。第二个，你会在幸福小组的服事当中，诚实面对自己的软弱跟不足，然后就会带来改变的动力。因为这个是操练包容、饶恕、诚实面对自己最好的机会。那让所有的参与同工，我们今年已经第3年了，已经第4期了。为什么这一群同工大部分都是老同工他一年都要参加？为什么？他不会觉得累，他不会觉得没有效，他很乐意参与，是因为他们看见了 base 的生命改变，体认了福音的价值。我们都知道，耶稣说一条灵魂的得救，比所有世界的财宝更宝贵。或者说，我们说你失去的生命，用什么样的财宝能够换回来呢？所以基督徒最大的一个价值感，就是看见的生命改变，灵魂得救。这个是我们觉得是对最大的报偿，而且你会乐此不疲，你会觉得意犹未尽，因为你觉得灵魂得救是多么棒的一件事情最后，牧师要邀请我们这群同工，包括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把幸福小组的传福音看作是整体教会的一个动工，而不是这群在前线的9组的弟兄姐妹而已。因为这个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要透过祷告，求圣灵来亲自成就。因为你迫切祷告，才能够阻拦一切恶者的攻击。第一个，我们要祷告什么呢？求圣灵除去base的参加的拦阻。每一个幸福小组我们经过3年的经历很特别每一次这个小组这个 base 的答应说好了，某某弟兄我一定会去，但到半路又打电话过来说对不起，因为我车子坏掉了，或是说临时我家人要告我干嘛，反正就是很多你无法预测的理由他不来。那你也不能骂他因为他是被邀请的所以要用祷告求神遮盖，除去这一些base的一种
无法预测的一种拦阻，所以呢，常常会因各种理由拦阻无法参加。我们要求圣灵亲自来阻挡。第二个，感动每一个被试的心灵能够敞开，他们能够柔软。我们知道说，一个人心柔软什么事情都好谈呐，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你在公司，你在很多的地方当推销员或是讲业务，你不只是讲说你的产品很好啊，你是因为跟他建立一个非常棒的信任的关系，他越相信你，愿意跟你签这笔生意。那心柔软才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心敞开柔软了，福音就进得去。第三个，我们求神让幸福小组充满感动的氛围，不单是环境的预备，还包括各种布置。重要的是同工他们充满了热情跟爱，因为这个是最容易看见的，最容易感受的，最有温度的。第四个，我们要求圣灵神迹奇事大大的彰显，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节目，不是一套设计，而是因为有圣灵在这边动工，是一群愿意降服神的弟兄姐妹，幸福的同工被神用，那神迹奇事就在那边发生了。感谢主，这是牧师从幸福小组的一个策略，或是幸福小组的一个原理当中做一个分享。但是更重要的是实际操练是怎么做，